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日公视台1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高雄一个补习班老师洪指控性侵学生3天，台南嘛有学生指控高中老师性骚扰，台中是有老师爱学生无穿衫的相片。宜兰县中卫乡一间补习班有老师摕管制药品利他能，让2个国小学生食，检调已经开始侦办咯。民进党提名的基隆市立委参选人市员中宾馆甲伊的爸母涉嫌诈领助理费，早起3个人互检方声押。先开始来看性骚扰的事件继续传烧。高雄有一个查某网友破文讲，伊读高中的时阵，互一个补习班的老师性侵，前后3天哦。市政府是表示讲，这案算是公诉罪，已经主动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咯。台南某4学生指控讲，有一间公立高中的老师伫家己开的补习班涉嫌性骚扰学生。民社写着真长的文章，讲出家己心内的阴影。即卖女网友指控高雄某一间补习班的数学老师，伫伊国中的时期，以加强辅导功课为名，趁着2个咧相处的时阵，涉嫌威胁性侵伊长达3年。因为这个老师形象真好，取得父母甲其他老师的信任，互伊惊吓唔敢求助，等到家己考到名校才脱离。功课很好，然后也一直都是全校第1名，然后作风还蛮大胆的。以前会觉得奇怪，怎么这女生感觉好像异常的成熟，然后昨天呢想想，原来是发生这种事情。有甲女网友共学校嘛共界面上讲，当年这个女网友确实是补习班的外招牌，成绩真好。毋过嘛有无共界其他的男同学讲，老师教学真认真，当年无感觉到老师对女同学特别好。因为这个女网友指控的老师，伊原伫高雄任教，实际去补习班发现大门锁起来，并且嘛显示永久停业，敲电话嘛无人接。补习班教职员工经调查属实，有性骚扰、性侵害的情事者，应予以解聘或解雇。若补习班的负责人为行为人，应废止补习班的设立许可。市府表示，这案是公诉罪，已经甲处理的事情移请到地检署侦办，嘛启动着行政调查。另外，伫台南市某一间公立高中的老师，嘛互指控涉嫌性骚扰。人本基金会表示，至少已经有4名学生来投诉。没有办法说出来，这不是你的错。好，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你的错。那我们要检讨的是，这个老师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的滥权去欺负小孩，以及我们要检讨的是，我们家长平常跟孩子怎么样的互动。我们有接获就是成立调查小组嘛，所以我们就请他请假，然后经过调查。那目前校方就是一切按照那个相关的证据还有程序来办。林本表示，这个老师是伫公立高中教册，伫外口开补习班，名声是非常的大。伊大部分拢上指控是伫补习班教册时阵对学生有无好的行为。学校回应6月1号接到申诉，就伫24点钟内底通报移送宪兵会，目前按照相关的证据来办理，还佫有处理。记者王刘婷并交款文正贤高雄台南报道。再来看台中有一间公立高中嘛发生性侵的案件，一个姓肖的老师互指控讲，捌甲查某学生谈恋爱，佮爱对方去无穿衫的相片予伊。学校月初已经通报性侵案件，最近嘛来开教评会讨论，看敢要停聘这个老师。电影片内底介绍家己的身世，这是台中一间公立高中姓肖的老师，伊去互2020年毕业的查某学生指控讲，老师利用学生的信任，甲学生谈恋爱，佮甲学生特别爱赤身裸体相片。那自传是在写女性身体自主权的启蒙，还有性别意识的觉醒。我就在我的备审放了一张背部全裸的照片，他当初反对将这张照片放进备审里，可是他事后却要求向我索讨正面的裸照。他声称那是私藏版，不会被他老婆发现。代志发生迄当时，这个查某学生干了17岁，伊讲学校的老师常常无经过同意，就黑白摸伊的身躯，甲性骚扰。代志发生了后，老师搁伫面册公布学生破病的代志。
学生即马提出来指控，就是希望莫阁有人受害。那学校是强调讲，这个月初4通报性平事件，20召开交评会，后礼拜召开第2届会议，讨论看敢要停止聘用这个老师。参与的教评会委员都很多，老师有课，那为求慎重起见，我们才会把这个做决议的部分延到这个下周2 6月27号去处理。人本教育基金会认为，老师甲学生之间的权力无对等，老师袂当利用学生敬仰爱慕的心态，就甲学生交往谈恋爱，这已经违反老师的专业伦理。老师都是在学校里面都是掌有权利，并且他是专业的教育人员。我觉得至少，肖老师他违反了就是教师的专业伦理，保障学生权益。为避免行为人有机会接触学生，校方应作出该名教师停聘静候调查的决议。学校表示，伫交评会做出决议进前，这个姓肖的老师会照常来上班教册。不过，台中市教育局强调讲，为着避免这个老师有机会接触学生，学校应该爱随停止聘用，请老师听候调查。那教育局嘛会要求学校爱严格调查。记者尤明峰、王良涛台中报道。再来看宜兰县总围乡一间补习班发生滥用药物的案件，老师可能是要为着学生上课会当较专心，提利他能互2个国小学生食。县政府嘛已经通报地检署侦办咯。外界嘛真好奇讲，这款利他能的这款管制药品是安怎来的？消息是表示讲，初步调查，这个老师讲是其他同学食剩的，检调嘛一定会侦办咯。补习班外口也收袂少学生伫遐行来行去，毛民众去内底问上课的代志。不过，这间补习班所逼出饲药的案件，叫县府下令停止招生。妈妈讲，听到这代志了后，心情会烦恼啊，烦恼哦，烦恼咯。这间补习班的家长收到消息，伊讲真正会烦恼。这间伫咧壮围的补习班，老师若像无经过医师开药啊，就大主大意，甲2个国校的学生饲利他令这项药啊，要互学生上课更较专心。不过，经过社会安全网人员的通报了后，县府展开调查，专案移送法办。确认以后呢，就通知了我们的这个补习班，要他马上停止这个招生。那本署接到通报之后，就指派检察官来侦办，并且在16号来向宜兰台湾地方法院来申请搜索票。之后呢，在17号就到补习班来执行搜索。检方表示，接到县府通报了后，17去补习班搜查，东港团信补习班负责人、3个家长、3个学生，甲2个证人来厘清案情，而且查扣51粒利他令药啊。他是来自就是同班同学，有使用这个利他能的同学所剩余的药品。宜兰县9间医疗机构甲86间药房，并无药品流出去无正常的情形。药品的来源初步调查是补习班共班的同学有咧食医生开的利他灵，老师甲伊剩的药仔摕来饲其他的囡仔。利他灵是属于第3级的管制药品甲毒品，若食了过多，会致使中枢神经系统受到过度的刺激。那也希望教育处应该要一一对于这个学校的小孩子的家长要去主动的联系，让家长也清楚知道是哪一所学校。民进党宜兰县议会党团呼吁，县府应该全面清查专管的教育机构用药的情形。这个案件，互宜兰县各大教育机构用药的机制引起外界议论，而且到大公部门也无公布这间补习班的名。相关的资讯嘛拢无公开，互袂少家长心内是感觉真惊吓。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南口一间幼儿园，有真侪家长曾出面指控讲，囡仔受到教保员的虐待。有民众不满，今仔透早1点外去幼儿园外口破油菜等鸡卵，警方嘛抓到3个嫌犯，移送法办。壁规个破甲红记记，银纸也甲满世界，现场还佫臭光光。老师坐咧透早到园个上班，看到这一幕，惊一个赶紧来报警。锁定涉案的对象，积极查缉到案。他自己本身有小朋友所以他也气愤。环境教场采证，调阅相关的影像，伫几多点钟了后，有抓到3个涉案的男子。是因为看新闻太气愤吗？是不满幼儿园吗？31岁姓林的主嫌，伊伫个21分钟1点外，找2个朋友伫个新北市南口这间幼儿园去遐破菜，佮等鸡卵，会来犯案。伊讲这甲27天的代志有牵连。他就把小朋友拖到墙角，一直拉扯。因为伫个事发的前1天，这间幼儿园去互真侪囡仔的家长指控讲，有教保人员因来虐待儿童，
对囡仔粗骹重题，就算讲家己的囡仔无伫咧遮读册，毋过因看袂惯系老师的作为，所以才会来偷窥。也若即间幼稚园除了讲有牵涉到不当的管教，确实是一直违规挑收学童。该幼儿园之前因为有超收幼生的一个状况呢，本府已经分别裁罚3万元以及6万元在案。那这一次呢，本局在此次查不当管教的一个案件过程当中呢，也查获该园呢有超收幼生的一个情形。从去年开始，幼稚园就因为挑收学生，2度去予新北教育局甲律令停招，分别裁罚。即便接到不当的管教了后，再度到校园稽查，佫发现讲园方还佫偷偷咧招学童，第3摆加罚9万块，律令伫个明年1月底进前，拢未当招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总统蔡英文今仔早起出席国军3军6校的联合毕业典礼，这嘛是蔡总统任内最后一届以3军总司的身份来主持。总统致辞的时阵，嘛强调讲，政府会继续来改革国防，加做国军上顶斗的靠山。嘛指出讲，明年开始国军卖来调薪4%。陆军官校让3年再度实体来参加国军3军6校的毕业典礼，总统蔡英文受到毕业生热烈来欢迎。蔡总统嘛亲身授解予各院校的代表，勉励少年的军官，并且强调讲，政府就是国军上届顶斗的配偶。政府也会当国军最坚实的后盾。明年开始，我们将会为国军调高4%的薪资，在营舍的整建及装备的改善，政府也会持续来做，给各位更多的支持和照顾。在场有包含陆军、海军、空军官校、国防大学、国防医学院，拢总有超过2000个毕业生，也佫有对友邦内12个外籍生。对陆军官校毕业的杜碧年，伊就是对史瓦蒂尼来的。I can teach them what I have learned here in Taiwan for the past 4 years. I hope that ou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an keep growing and be more stronger than before. 谢谢大家。面对毕业后的道路，我期许大家无论身处顺逆之境，都能够勇敢面对，并以国家安全为己任，以官兵福祉为优先。我也会和大家站在一起，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任后上尾便以3军统帅的身份来主持国军的毕业典礼。蔡总统强调讲，政府会秉持冷静袂肃静、理性袂抢渡的原则，提升国军的战力，推动国防自主，来确保咱国家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早起进行司法院大法官林氏同意权的投票，国民党跟民众党拢拒绝投票。时代力量的态度是开放，民进党团以加急动员令，望讲至少要有57票的同意票，达到通过的门槛。中投嘛已经有结果了，4个被提名人全部拢过关，引起争议的尤碧祥票数上悬。立法院伫2日早起进行司法院大法官林氏同意权案的投票。总统蔡英文公布4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分别是最高法院审判长蔡彩珍、检察院秘书长朱富美、台大法律系教授陈中国、律师尤碧祥，自称立法院行使同意权。进前把指控被提名人尤碧祥告诉伪证的民进党立委苏蒂芬表示，对尤碧祥坚持讲这件代志是误会讲法，感到遗憾。那我很遗憾啊，党团还是有做成共同的决议，所以可能最后你还是会含泪投票。投出来你就知道了。个别委员我都不评论啊，因为其实我还不知道他们的投票行为啊。今天我们有信心一定会过半。民进党团发加急动员，未确保跨过57票同意权的条件。在在野党的部分，若被拢批评审查过程伤过化，无够详细。连选也亲民进党，表态拒绝投票，也不爱立场。但是时代力量是开放投票。大法官必须超越党派，独立行使职权。各位看看这几个大法官可能吗？当然不可能。所以国民党团拒绝背书，不进党投票。蔡彩珍被提名的部分，我会投下反对票。几乎是最高法院的这个改革。蔡彩珍法官通通都反对。
地法官连署同意款案投票，投票时间到11点，并且进行开票。开票结果，被提名人蔡彩珍、朱富美、陈中武、刘必祥等4个人全部过关。开票结果，律师出身，因为牵涉到伪证、引发争议的刘必祥，摕到64票同意票，无同意票1张，无效票1张，是4个人内面上悬票。蔡彩珍是摕到62张同意票，无同意票3张，无效票1张，伫4个人内面无同意票是上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民进党提名的基隆市立委参选人市议员张炳君，甲伊的爸母涉嫌诈领助理费，早起因3个人拢互检方声押。检调怀疑讲张炳君甲伊的老爸前市议员张金宏诈领助理费1个月8万块，金额计共大约是500万。民进党表示讲尊重司法的调查，立委的提名会去看后续的状况，才过来讨论。你说还好吗？会不会觉得很冤枉？面对镜头无回应，民进党基隆市议员，嘛是立委参选人张炳君和老爸前市议员张金宏，传出伫任职期间涉嫌诈领助理费。张炳君甲爸母还有助理，伫20号去互带去基隆市调站调查，并且送往地检署复讯。21早起，基隆地检署照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对张炳君一家3口，甲法院申请拘押，村的助理一交保。那民军要选立委，要听这种涉入，这敢会做冤枉的。根据了解，基隆市调处进前接到举报，从2002年开始，前市议员张金宏就亲像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逐个月有8万块。2018年，张炳君当选市议员了后，嘛煞咧沿用，煞咧来诈领，金额差不多有达到500万。今年张炳君伫民进党立委初选的民调胜出，代志才会曝光。我想我们尊重司法的一个调查，那我们也相信同志的清白啊，哈。如有不法之情事，勿枉勿纵。至于当事人是本党提名的立委参选人，我们也会带大选提名策略小组。针对相关情况来进行充分讨论。张炳君涉贪，嘛打乱民进党基隆立委的布局，因为蔡适应宣布无要连任，张炳君、郑文婷、张志豪3个人因的差真少。基隆市党部主委苏仁和呼吁，提名小组就要紧的来开会讨论。目前的选情有较安踏，希望会当假期结束了后，就会有决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日本政府要把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废水排到海里。台湾甲纽西兰的科技媒体中心邀请台湾、纽西兰和澳洲学者来进行分析。国外学者看法是真乐观哦。原能会之前是表示讲，小部分的核废水1冬后会流来台湾，其他大概要等3冬到4冬后才会流过来台湾。也毋过，中研院有学者是认为讲，1冬后流来台湾的应该唔那小部分。福岛第一核电厂产生大量核废水，经过 APS 处理了后，有个热天排放海中。下早日一场线上记者会，澳洲阿德莱德大学学者指出，处理水的氚含量远比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安全标准较低，就算排入去海中，伊嘛敢食鱼啊。We are talking much less that is allowed in drinking water around the world. Would I eat the fish? Yes, I would. 另外一个辐射生物专家纽西兰学者克罗夫切克是指出，目前还无文献显示氚的致癌的关联。伊认为氚水的健康影响非常小，排入大海算唔是上歹的选择。We always have options to think of what we can do, and I think the release into the ocean is probably, with the dilution and the ALPS processing, is the least bad option. 中建院学者吴朝阳透过捕照甲国际捕求资料评估，氚水到北美西岸大约是2到3年，来到台湾更较紧，定需要1年。对原能会表示，定有小部分上紧1-2年来到。学者认为应该唔拿小部分。我倒不觉得一定是小部分哦，因为我们去跑操场的话，那有些比较聪明，他都跑内圈啊，那比较快啊。海洋除了扩散，还有平流向，流动的会比扩散来得快。学者指出，今年日本小笠原群岛火山爆发，
喷出来不少，大约是开4个月就来到台湾的海岸，速度其实是真紧。认为原能会每年的核废水排放要开4年时间来到台湾有一点仔久，强调海中的碳嘛平流，后者的速度是较紧。记者林俊霞基文台北报道。来看台北捷运文湖线伫上下班的时间80秒就发一班车。也毋过乘客嘛是个真侪。台北捷运最近开始试办，甲第2节、第3节的车厢的椅仔、有行李架拢拆掉。未来一台列车乘客会对400个增加到420个。上下班的时间，旅客行入去文湖线车厢，感受有淡薄无同，因为除了两边破坏座还佫伫咧，中的椅仔甲行李架拢无去啊。应该会比较好吧？对啊，一次载比较多人，要不然蛮挤的这样。是有比较宽敞，可是我觉得是可以留一边呐。对，就不用全拆，因为还是有人会需要的座位的。台北捷运公司为了要增加尖峰时段运能，即马已经完成马特拉车型3部列车的空间改造计划。自40车厢内面，经人较侪较贵第2甲第3节的车厢，甲中的椅仔甲行李架拆掉。抑佫增加一寡换手，互骑着旅客换了较载。因若第1甲第4节车厢是维持即卖座位数无变，互坐椅仔需求的旅客使用。靠近窗户的旁边的时候，我们还增加了一个扶杆，让旅客有没有可以更有卧的地方，那小朋友也可以有卧的地方，容纳量，我们1列车的部分有没有原来可以载成400个人，那我们改装之后可以到420个人。台北捷运文湖线即马有2种列车，包括黄色椅仔的马特拉，甲蓝色椅仔的庞巴迪。伫过去也捌甲庞巴迪的部分椅仔拆掉，不过因为庞巴迪部分椅仔下骹有机电设备，无法度搁再拆，所以这边经马特拉的车厢来试办。伫半年了，将会评估成果甲运量，决定是毋是搁再扩大办理。记者综合报道。第2节期间发生真侪件主治医师因为定期的契约到期，病医无要继续聘用，嘛无提出正当的理由，医师只好离职。早起医师团体甲离职的医师出面表示讲，主治医师无受到劳基法的保障，呼吁立法应该赶紧来推动医疗法修法，保障主治医师的劳动权益。叶飘宇发口号。呼吁政府应该让主治医师纳入劳基法的规范，因为根据民间团体了解，目前国内有9成医师拢无受到劳基法的保障。有医师出面表示，伊去年6月30日聘雇契约到期进前，拢无接到病院任何的聘书，敢来当片仔懵咧，点点啊离开。去年5月底，医院发给全院的主治医师下年度的合约书没有拿到，我有问人力资源部，他给我的答复是6月底。会发给我科主任的聘书，但是呢，一直到了6月30号，亚东医院不但没有发给我主任聘书，也没有给我应该有2个星期审阅期的主治医师合约书，所以无奈之下，我只好去办离职流程。一旦他对你不满意，他只要就看你的契约什么时候到期。到契约前，他不要接你任何一通电话，他不要跟你有任何的沟通。期满之后，当天自动把你的门禁锁起来，你不再拥有这间医院的权限，而他不需要付出任何的资遣费。医疗团体表示，目前住院医师已经有下用劳基法，临床研究医师嘛受到卫福部的保障。伫病院签劳动契约到期，至少30天内爱通知敢是要续聘。不过，病院住院医师甲门诊主力的主治医师却是劳权的孤儿。而且病院无讲无答，无理由就不爱续聘，或者是逼主治医师离职，安尼唔但吞大医师劳动权益，嘛牺牲患者的健康权甲住院医师的学习权。过去这几年以来啊，其实接获非常多起这个主治医师遭到医院或是诊所恶意不续聘的案件。那非常多医院的慢性患者，他其实都是3个月回诊一次，拿慢性处方签。他是不是有熟悉自己所有病情跟病史的医师来去照顾、来去诊疗？这个其实对他的预后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医师团体表示，医师清在峰认为是自主性权、收集权，甲病院关系真大密，无需要法律来保障工作权益。不过，即马医疗团体人力的问题恶化，呼吁卫福部甲立法院应该赶紧推动医疗法修法，来保障主治医师劳动权益。然而到结果进前，卫福部是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税厝补贴7月初3开始，1户1个月上侪当补贴2000块到8000块的租金哦。这届补贴的对象嘛扩大到18岁以上，所以学生啊税厝买当来申请。特别要照顾大1、大2的这个学生呢，也就是把年龄下放到18岁。第二个就是有很多的租客呢，他会担心说这个房东要逃漏税哦。不过这一部分不需要担心，因为你在申请的时候是不需要房东同意。那如果房东要逃漏税的部分，其实绝对严惩而不容。那另外这个租金的一个补贴方案呢，会对我们现在的一个租屋主大概会减轻20%到40%的一个租金的一个负担。内政部表示讲，民法已经甲新年改做是18岁，所以租金的补贴照顾对象嘛，包括满18岁伫外地读册、就业的少年、税厝的族群哦，拢会当来提出申请。再来看笔记型电脑的大工厂林宝今仔开股东会。今年电子业的景气无排除下半年开始回温，因为有一寡客户会落订单咯，包括笔电、消费性的电子产品哦，下半年拢应该会成长。林宝的董事长柯信雄是真乐观，嘛认为讲整体电子业的库存已经恢复正常咯。笔记型电脑大工厂林宝今仔日早起举行股东商会，因为去年受到战争、甲能源危机等等的因素影响，去年合并营收是1兆732亿4600万，比前一年度减13%。不过公司内部销库存的情形，目前已经回去到正常的水位。销库存这件事，我倒不认为在这个时候是那么重要的了哈，因为大家都经过1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做了一些调整，最重要是需求面。如果需求面出来了以后，它就会带动供给面的这个消化。我想下半年看起来大家都比较乐观，应该是比较好吧。董事长柯信雄表示，因为这段时间即时的订单较济，统计今年5月份的营收，甲1月份来比已经增加200多亿，主要是下半年全球景气复苏，需求的动能转强。因为5日这4天的年假进前上尾的交易日，目前台股依次伫关档。盘中报价17152点，卖到32点，市场谨慎以防卖压出现。从这个成交量看起来呢，那今天预估全天的成交量大概差不多不到2900亿啊，那跟前几天的这个3000多亿来比的话，那确实是减少了很多，所以今天卖压其实看起来并没有这么的沉重。资深的分析师认为讲，5日这年假了后的开盘，爱观察美股的走势，美股若是无稳定伫落。台股可能会呈现低气压，都要持续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有民众指控讲，请年母到厝里照顾囡仔，也毋过年母却拢倒伫碰椅伫困，帮囡仔家己耍，佮要求讲爱另外付奖金。台南市社会局是表示讲，已经有联络家长会来调查，嘛强调讲哦，年母甲3节的奖金双方协调了后，上好拢爱写入去契约内底。监视画面内底，当看到一个2、3岁仔幼囡仔伫咧厝里撞来撞去，毋过家长请来处理的年母，煞拢干那伫边仔碰伊咧困。家长就伫网络刊文指控年母放囡仔家己伫遐耍，拢无尽到照顾的责任。若是囡仔出代志，是啥人爱负责？那你如果是上班时间的话，小孩子的一举一动的行为都是保姆的责任啊，本来就不适当啊，不是不妥。就算说小孩子在睡觉呢，你要去做其他的事情，其实也不是很 OK 的，要随时注意小孩子的变化。他真的是身体不舒服，他应该跟家长讲，让他请假。对，这样子的话，对小孩子来讲是最好的。民众嘛表示，这个姓黄的年母若无尽到照顾的责任，还阁凊彩着摕厝里的物件去食，甚至阁要求年母赏金爱1个月3个节日礼金拢爱3600块，这个收费有问题。今麦社会局已经主动来介入调查。这个案子我们正在联系家长哦。那如果家长提供给我们保姆的基本资料以后，我们就会马上启动调查。3节跟年终奖金，其实在法律上并没有规定它的额度，我们协商过，就是如果保姆12月1号还在职的话，家长可以跟保姆来协调，把这个年终奖金放在他们的契约里面。社会局嘛提醒民众，若要找年母照顾囡仔，就要注意敢是合格有牌的年母，阁有居家环境甲照顾行为敢有问题等等，这寡拢会当事先向社会局来调查，才会当确保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川普政府的时任命的德拉瓦州检察官，针对拜登总统的后生亨特涉嫌偷漏税、佮违法有枪击，经过5档的调查，双方暂时以认罪协议的方式来结案。也毋过共和党的定义嘛指控讲，美国司法系统的办案有2套标准。美国总统拜登20日伫旧金山甲几多位 AI 人工智慧专家甲企业领袖会谈，讨论 AI 对社会风险甲好处。现场记者问有关于第2号生亨特·拜登甲德拉瓦州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的消息。I'm very proud of my son. 前总统川普所任命的德拉瓦州检察官大卫·魏斯20日向司法部提交的起诉书内容讲。伫咧做律师甲华府税课工作的亨特，2017年甲2018年之间，无准时申报超过150万美金的收入，欠超过10万美金的税金。每一项罪名上悬拢会当被判12个月监禁，也有上悬10万美金的罚金。另外，亨特也佫被指控2018年正骨科检期间，不违法持有枪支，理论上这是上悬10年的重罪。因故因为亨特甲检方达成认罪协议，所以无论是偷走税轻罪，或者是非法有枪的重罪，亨特拢无需要立竿服刑，而是爱经历所谓的心情改造，也就是接受咨询或者是戒毒。消息传出了，民主党这边几多位有头面的人对这件案件拢点点，也毋过共和党迄边是炮火四射，指控美国司法系统办案有2套标准。First reaction is it continues to show the two-tier system in America. If you are the president's leading political opponent, the DOJ tries to literally put you in jail and give you prison time. If you are the president's son, you get a sweetheart deal. 美国的政治家、司法的专家讲，像亨特这种偷走税轻罪，89%的联邦司法案件，拢是以认罪方式结案。因过违法有枪这种代志，对伫咧任内签署联邦侵害安全法案的拜登来讲，伫咧政治上可能影响较大。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全球头一个保护公海的国际条约19伫联合国通过，把海洋生物保护的范围扩大到全球海洋面积6成以上的国际水域。另外，针对地球暖化，上新的报告嘛指出讲，喜马拉雅的山的冰川到本世纪末，应该会7成5拢会扬起，有2亿4千万人生活会受到影响。全世界第一个保护公海的国际条约，19通过。伫拍案决定时阵，全场拍破啊反复。这件案件讨论超过15年，联合国主导5轮的谈判。今年3月就国际水域建立海洋保护区确定本文。The ocean is the lifeblood of our planet, and today you have pumped new life and hope to give the ocean a fighting chance. 这项条约把海洋生物的保护范围扩大到全世界海洋面积6成以上的国际水域。研究显示，只要有海洋的所在，就继续帮助累积人类喘气所需要的氧气的浮游食物。浮游食物提供全世界超过50%的氧气。目前全世界只敢1%的公海受到保护。这项条约将会当伫咧国际水域建立海洋保护区，并且建构评估环境损害方法，因为去年12月，各国政府伫咧加拿大蒙特罗通过历史性协议，也就是2030年进前保护全世界38%陆地海洋的目标，搁再加强支持的力量。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区综合发展中心上新的报告，因为全球暖化，深度酷蚀喜马拉雅山脉冰川，到这个世纪末可能会有75%氧气。对生活伫咧这个区域的2.4亿人口，更加会造成危险的大水，也有水资源短缺。So basically depends how much emissions we're putting in the atmosphere if we try and keep it 1.5 or if we continue as we are now. 根据评估，若是温度比工业化水准进前悬摄氏1.5度或者是2度，规个深度酷蚀喜马拉雅山脉冰川到2100年可能会扬30%到50%。目前已经发现圣母峰溪土的冰雪正伫咧快速流失，而2019年代冰川消失的速度是比顶一个10年近65%。公司新闻吴文明编辑。再来看美国的网青安德鲁泰特20伫罗马尼亚被检方起诉，这个网青是被指控性侵、买卖人口等罪名。
检方伫咧20发声明，对美国网红安德鲁泰特、伊的小弟崔斯坦，抑个另外2位罗马尼亚女子等4个人，伫2021年遭犯罪集团伫罗马尼亚、美国甲英国等所在贩卖人口的案件起诉。内容讲有7位女性受害者被骗到罗马尼亚，遭到性剥削、和帮派控制，并且暴力对待。其中1位受害者2020年3月2遍和1位被告性侵害。泰特讲利益会出庭辩护。Ask them for evidence, and they will give you none, because it doesn't exist. Ask the politicians, ask the judges. You're getting closer to the truth. 伫今年4月延长拘留解除改制限制断居进程，泰德兄弟出席听证会时阵，就一直向法院提出解除拘留，如果被驳回，只要有机会面对镜头，就会大声发言咯。指控检方政治阴谋，有美国、英国国籍36岁泰特，2017年开始就一直住伫咧罗马尼亚，伊爸是美国特勤队的官军，因为伫社群媒体发表激进言论而称红，包括就是女性万分同志加种族主义，抑个认为女性被性侵是家己做得来。伊的推特有超过600万的追随者，其中真侪是少年人加小学生，要互抖音、YouTube、推特加 FB 封杀，但是推特要如果恢复伊的大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芬太尼是一种效果真强的鸦片止疼药啊，通常拢用伫癌症，也是讲重大伤病患者身上哦。也毋过最近这几冬，美国因为大量走私，有使用过量的情形，去年食这款止疼药啊，死亡的病例都有11万人。对鸦片类药物芬太尼食掉的患者马丁，伫镜头展示手骨、骹腿的伤口，一个一个那亲像皮肉烂起的裂痕，是因为无意中使用着染着大型动物用强烈镇静剂塞拉嗪的毒品。Very strange, like eats up your flesh, like crocodile. And with xylazine, you just don't feel it. You just get knocked out. For a couple of hours. 专家怀疑塞拉嗪造成血管收缩，是引起妇人甲皮肤溃疡的原因。伤口严重时阵，烂烫骨肉也有可能爱锯掉。鸦片类合成药物芬太尼已经是比海洛因强50倍以上的毒品。一寡毒虫想讲家己食的是海洛因，结果是染着芬太尼。即马毒品制作者为着延长药效，伫网络顶较好买到的塞拉嗪染入去芬太尼，也是海洛因。治疗长时间一直困，行动真慢，所以也叫做强势药。过用时阵，鸦片的解药啊，纳洛酮也无法度解救，增加致命危机。执法单位当拍拼防止塞拉嗪更较普及。法新社报道，美国芬太尼过量致死死亡的人数，去年升悬到将近11万人的历史新高。塞拉嗪过量的受害者3年来增加10多倍，达到3000多人。纽约布鲁克林区最近出现第一台防止药物过量的救命包贩卖机，内底有测试芬太尼加塞拉嗪的试纸，还有伤口护理、麻醉药包、片体卫生用品，也有逆转鸦片过量的纳洛酮喷剂。纽约检察官是烦恼美国家己对毒品的防治做了无够。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去年未了，因为大数落紧填海造陆，本地停伫海防港的30多只渔船哦，只好停去大西乡的文港。最近有上百个渔民向云林县政府申请，望讲会当伫未了，另外找一个所在起一个简单的码头，互渔民方便。临近大数落紧未了海防的停泊区。原本是未了渔民出海作业的所在，但为1994年落紧伫沿海填海造地，停泊区因为隔离水道的高滩地添悬，导致失去原本的停泊功能。无一个码头通去靠啊！每一届若是做风台咱就会受到损害啊。较侪渔民的诉求就是讲，咱会建立一个辅导码头，因为伫咱在地，咱迄个海防不管后岸到咱即搭所有的渔民讨海，已经无所在通休了。当地民代表示，现在当地有30多台渔船摆啊，改停到6公里远的大西湾港泊区，但包括油料和渔民来回走动，定造成作业不便。因此，900位的渔民连续定情，期盼温管府工业局会当就近伫落紧隔离水道边，找出适合的地点设置工业码头。如果我们规划在哪里，可能要做新办事业，就是做土地的变更了。第二个，他们有牵涉到环评，所以要做环评。还是要后续来循程序上来做处理。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还是需要在有看到更具体的一个计划的内容，我们再来找相关的机关单位。温管府就讲，隔离水道属于计划管制区。已经请工业局协助解决土地和经费等问题。至于工业局就表示，会
会当收到地方的具体计划，要求相关的单位和专家学者共同来研议讨论，希望期待赶紧会当有定案，提供当地方便作业安全的片区。记者用为你报道。政府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太阳光电。花莲县的红林毛真侪业者，计共是申请30个开发案。时代力量早起就指出讲，红林光电相关的申请案，面积已经是红林的1/6了。嘛发现讲有业者土地取得有问题，要求县政府就应该严格把关。花莲红林调风农场附近的造林区，造林合约结束了后，由成峰光电伫私人土地申请开发66公顷的太阳能光电。树仔风臭气已经让附近居民真烦恼，想袂到即马阁有中租甲利用两间业者进驻。我们虽然支持光电绿能的永续发展，但是2000公顷的开发案却没有任何的环评，让我们在地觉得非常的担忧。为着把关政定的疑虑，时代力量长期伫红林做调查，发现光电申请案开发面积已经超过红林土地1/6，其中利用能源还阁伫台南光电开发案涉嫌土地取得不当。正常背景真惊人，呼吁中央甲地方爱重视。有一些厂商已经发生弊案，像现在的检调已经调查中的溧阳能源，更是让民众对于政府发展绿能发生了质疑。花莲县府讲，红林目前申请光电有30多个案，主要是地势、地用甲天储这3间公司，拢还无通过审核。这家公司有送1件哈，县政府其实也是之前也退过哈，希望他能够先取得地方乡镇公所的同意函啊。那他目前又再送1次，那目前乡镇公所是没有表达意见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内部也在研议，是不是再退哈？时代力量强调讲，利用能源下底有100多间子公司。伫花莲有7间子公司伫台糖或者是国产属的土地，怀疑土地取得甲背后的资金来源敢是有合法，呼吁检调爱主动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汽机车、脚踏车，佮有充电电池哦，这互共享经济应用是真成功。台北捷运甲业者合作，规划要伫117个捷运站推出共享雨伞。8月开始哦，雄雄落雨，民众就算袂记起载雨伞，捷运站无雨伞通走咯。热天过头高落西北雨，出捷运总共熊熊落大雨，佮无载雨伞是真麻烦。即马台北捷运特别和厂商合作，推出租雨伞的服务，1点钟19块，一天上济39块。民众的看法是无同。一支雨伞50块呢，你租1点钟有19块，若租2点钟就买1支雨伞。价钱无贵，无贵。价钱无贵，那这是你敢会接？可以租。台北捷运表示，共享雨伞这个服务按算伫8月起行，伫全系统的117个捷运站，拢会设据点，通解决民众临时需要雨伞的需求。即马共享经济已经愈来愈实行，除了政府的共享脚踏车 U-Bike， 或者是民间的电动机车，打连雨伞拢通租。学者就表示，其实共享经济的物件会愈来愈多元。所以共享雨伞这件代志是咱互雨伞的资源充分的利用。共享经济这个资源个概念呢，嘛会使帮助这个环保。共享经济物件就是即马愈用愈多，有一寡物件是无啥适合，但是除了汽车，除了这厝内底的房间以外咧，咱身边其实阁有这个物件都会使摕出来共享。也若捷运常常捡着民众落去的雨伞，经过一段时间无人来拎，就会转做爱心伞，提供旅客雨来的时阵会当摕去用。捷运讲，这部分伫共享雨伞实施了后，袂受到影响。记者柯高山、小桂林台北采访报道。今仔高林台湾的专题报道，咱要来看中华的伫长乡。乡里哦，四个人都有一个是老大人，家只有一班公车，所以乡公所今年3月开始试办幸福巴士的计划，方便学生上下课。嘛在时代去社区中心哦，其实唔那伫长，台湾有真侪社区拢有这款免费的巴士，望讲互老大人会当在地老化，过了舒适。透早7点半的时间一到，社区的时代一个一个行来集合的所在，若开讲，若单车，因等的就是这台幸福巴士。
5分钟的路程，有车通坐是段5万真久的代志。咱砖头吼，伊四线，有时啊吼，你上过远的话吼，交通上对因来讲，吼，咱嘛是顾虑到因的安全啦。所以咱主要吼，这个幸福巴士重要，就是要吼，甲因载来到咱社区，吼，啊来遮学一寡吼健康的知识运动。关怀据点的长辈有一半以上拢已经80到90岁啊，厝内若无人接送，来据点的交通就真废气。我后壁这栋建筑物就是中华关伫长乡土库社区的关怀据点。自从3月份幸福巴士开始驶了后，来遮参与活动的长辈人数也有提升。时代对老师的动作震动身躯，活动骹手。遮内底大约有3成的时段拢是坐幸福巴士来的。交方便啦，就安尼8点外来啊，4点转去。教室这边时段专心上课，另外一头灶骹内底社区职工当咧无用传中斗顿。8、90岁的长辈拢伫内底上课较济，啊灶骹就是拢7、80岁啊，所以即马就是讲变做嘛是老伙仔照顾老伙仔啦。食饭时间一到，时段照顺序底菜，有肉咸、菜色，佮有汤，营养较匀。有时啊出去外口买啦。我若较过来煮就买来煮，啊若无我就走去外口买倒来食呢。现在煮啊，现在煮哦。啊，我就泡面啊，啊我炒水饺啊哈。社区安排的课程多元，毋那身躯爱活动，头脑嘛爱动起来。老人啊来遮精神会较好，对无吼？啊来遮就较有盘啥算。算啥物？伊拢算啥？啊，就有当有使，逐项都有着啦，写字嘛算写，逐项都有着啦。伫长乡过去主要产业是做田为主，即阵少年辈大部分拢出外食头路。理事长陈碧玲嘛讲，时代已经伫故乡大管事业，即阵社区中心正做因联络感情、度时间的好所在。未来会为着在地努力，继续打拼，互长辈留来日子会当快乐过。记者苏晴中华报道。最近大家拢在食粽，来看家己有一款真特别的食法哦。伊甲肉粽切切的用蒸的，佮会加卵做花蒸哦。食过的人是拢食饿了。甲肉粽透开，切做一块一块，用油落去蒸，等蒸到表面赤赤的时阵，佮甲卵倒落去，一盘蒸肉粽就完成啊。感觉不像肉粽，就很像那个大肠下去煎一煎这样吃，那样蛮特别的，蛮特别的。阮是当州人嘛，阮小时候的时阵是大人北的，北的较早无冰箱嘛，拢爱放1工2工安尼嘛，是大人就煎肉粽还食。除了甲肉粽切块落去蒸以外，嘛有点加是甲规粒肉粽变变落去蒸，家己市内就有早顿店是安尼蒸肉粽，人客讲毋捌伫别位食过这种蒸肉粽。颠覆传统，咸香够味。就迄阵啊，就是吼，我咧做生意啊无用，肉粽白足济，阮囝拢阮无法度煮好食，伊就拢摕肉粽落来吹，吹囡仔人毋知影，拢就讲外口啊甜软软吼，就感觉讲有熟啊，结果内底种拢无熟，伊就拿来甲煎。6月22就是5月节，民众拢会包肉粽，也是买肉粽来过节。即马卖肉粽的档啊，逐工拢真无闲，也若家己地区特殊的蒸肉粽，嘛互传统的肉粽有无共的滋味。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匈牙利的台湾人无介济哦，咱来看有一个过去匈牙利的台湾人土比，伊伫面册开卖种专业，分享伊伫异乡的生活，咱做伙来看卖。为台湾嫁到匈牙利的土比，当咧参伊的囡仔唱台语歌。土比是台中人，伫8年前甲匈牙利翁婿高粱结婚。一开始因拢踮伫咧台湾，落尾希望囡仔除了会晓华语，嘛通精通匈牙利话。1年前搬到匈牙利住，踮伫咧匈牙利年外，土比真怀念的是台湾味。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咱是食足侪海产的嘛，而且我阁是一个海线人，匈牙利是一个无靠海的一个所在，因完全拢无海产通个食，海产阁足贵的，因为肉较侪嘛，所以有当时也卖做卤肉饭啊、卤卵啊，就尽量拢煮台湾味。
安尼较会习惯了呢。托比接触匈牙利了后，发现匈牙利是一个台湾人真青分的国家，就趁家己甲匈牙利的缘分，伫社群网站 Facebook 开卖种野，分享匈牙利甲台湾的生活，是有17万外的买种咧关注。匈牙利的台湾人无讲足多，啊，伫台湾的匈牙利人嘛足少的。人讲你住伫欧洲倒位，大家拢知影是法国啊。知影是德国啊，即种大家较知影嘛。即摆讲啊，我住伫匈牙利，讲哈，迄啥所在？先生嘛是对，就是匈牙利人，我感觉是一个很好的文化的交流啦。托比讲，真侪买种对双边的文化差异拢真有兴趣，家己的先生也因为对台湾文化有兴趣，也到匈牙利的台湾华基文学习中心继续学台湾的语言。托比借网络的力量，除了了解台湾，也了解匈牙利，互大家了解。记者讲到郑俊佑报道，陪书报道。来看印度一间警察局到达各用混胶啊第3批，虽然手机啊已经真普遍咯，也毋过因是强调讲，伫灾难发生的时阵哦，这款传统的方式就真重要。也毋过哦，饲混胶啊是真重本，有官员就要求改善，也毋过却引起民众的抗议，认为讲应该爱保留传统。信号一出，百外只混胶啊规定摆入来，印度东部的奥迪萨邦警局当咧训练混胶啊传达消息的机能。虽然智慧型手机普及，即时通讯软体已经成做现代人的主要联络工具，连实体批信嘛当作是老古董。不过，这代的警察当咧认真拍拼，要来保存飞鸽传书的这个古早传统。We have it since 1946. And this service was basically used for communicating from one station to another station. मैसेज कबूतर के पैर में हम मैसेज जो कैप्सूल है इसमें डाल के इसका पैर में बांध के छोड़ देते हैं。印度警察对北发挥真大的作用。在1982年做大水和1999年超级风台期间，当时所有通讯设备因为天灾无信号，奥迪萨邦警局就捌用混胶在偏远地区的车头之间互相传达消息。而且，佫会当和四界奔波的警察部队保持联络，因为警察队即摆看做已经过时，成本佫伤悬。真侪政府官员认为饲混胶是在浪费资源，要求停止服务，却受到民间的抗议。对着这款的传统，奥迪萨邦警局讲，警察队有重要文化价值，希望后代的子孙拢会当继续传承落去。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